看一下书。哎呦，按照书位哦。先生，流动客家太烟呢？哦，也本上我那水流动啦。水流动好蔬菜哦。系啊系，好蔬菜。哦哟，安好喏。因为我过少看到那个，因为俺见拢喺都市地步。嘿，冇看过呀，中福嘅喏。了解也不可能。唔看木蛋，木蛋同哎贴片。呦，先生厉害哦。你看蛋个铺的跟毛的嗰条东西，毛的木，重毛的木嘅，好处就係落葉唔會太深。佢表咧底下轉嘅木啊，蛋糕你看到？轉嘅木。你冇看個蛋糕拍拍噶啦，因為我背其實係。有咩切過嘅嚇？係佢改成嘅濕貨嘅蛋糕。哎呀，咁樣濕貨啊！係啊，啊底度咧，底度張貼片。胖胖嘅上面哦。係。底度啊，用奶嚟作嘅。奶？係啊。一落下落，佢喺熬起嚟。底度還有邊嘅底度。邊嘅？係，唔看，邊嘅唔知嗰片是有。我喺冇看到邊嘅呢，看到有一隻咪變色嘅色啊，冇嘢，同下馬嘅鐵膠呢，一雙嘅鐵中馬嘅呢。來看一下哦。嗨呀！在这邊的表了？怎麼了？在看什麼呢？真的是151呢。你外號就這樣來的啊？對對對，以我的身高的關係。來賓啊，要等一下嗎？係啊。有史以來最等一下嘅。誰長有等一下？為了你這麼等一下，我還準備這個你看。老師你偏心了。音符喊。音符喊。出音符。出音符。今天怎麼形容今天的來賓呢？嬌小可愛，我們說誰長。誰長？有等一下。有等一下。啊，德仁騰那可不可以很快就嫁出去啊？啊，有可能哦。因为我是讲啊，来到我们这个节目，你是有耳闻的，对不对？对呀。只要有一些疑难杂症啊，百思不解的，来到任务课尼夫哈啊，全部通通一次帮你解决。听说这里有可以赶快嫁出去的方法，所以我就赶快报名了。我帮你取一个，让你当个100分的媳妇，好不好？好，先练习一下，好。等到找到好对象的时候都不用担心，因为在这边已经学习过了。太棒了！对，我是常常听人家讲，因为我自己的妈妈也会讲，对，就说要嫁的话哈，千万不要嫁啊，要客家男人，但是要娶的话就要娶客家媳妇。哦，哎，这个是很有趣的一句话啊。真的，我们这边哈，就大湖以前叫做凡人呐，有一句话就说。冇嘢唔好加到飯呢嗱，唔係落索就會炸卡。以前大湖那邊種甘蔗的，好，所以一出門啊，客家婦女啊，不是落索就是挑柴用的，挑柴用的那繩索，辛苦對，左右都要。沒落索就會炸卡。哎呦，但刚你做不得，你按自己炸给，他那么小一个，整个扛不动，不用那么苦命没有关系，但是他的精神我们学起来。好，我也一起努力，好不好 ？OK， 耶！那要怎么样学？哎呦，今天我们就在这个苗栗这个地方啦，我们就从苗栗开始，好不好？18个乡镇里面呢，挑3个地方来去，好不好？好啊。尼夫哈，尼夫哈，是尼夫，是尼夫 ，Go！ 哎。让观众朋友们看一下，我们是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对，18个乡镇里面我们全部都有哦。有，冇偏移呢哟。来抽3个，给你抽。那我抽啦。来，让你试看看你的好手气。会先去哪里学习当好媳妇呢？哦，河粉啊！再抽第2个。过来。公馆。第3呢？哦，苗栗市。客家话的部分呢？你是谁？有我在这，有奶的呀。好，你叫一声客家小王子，你叫不出来，叫他青蛙王子好了。其实我刚刚一直在等待他什么时候变王子啦。哎呦，这竟然聪明嘅穷样咧！151林彦云，上到岸等一下，應該唔可以搞唔到男朋友嘅問題啦。彦云唔是說哦。今日來到苗栗咯，一個客家好心球嘅大本營，希望通過製作單位用心設計嘅好心球訓練關卡，終於啊聽咗鋼琴嘅天花接到數年啦，嘿嘿，提前就落去投婚，彦云我準備接走了。先生，
呀，种的品种人都买个呀。佛手柑，佛手柑，佛手柑。你看啊，那个黑黑的，是不是黑黑的像火烧过一样？火烧柑，对不对？太棒了，好想试试看哦。客家庄这很多，这果子很多。我发现你的任务快要到了，真的假的？就在前面。哪里？有看到吗？饮砖堂，陈风凤哎，就是我们今天要找的。这个老板娘她是做醋的，那任何的水果呢，到她的手里都可以变成一瓶健康的醋。好，走，我们去看看。好嘞，走。你看，一关一关，做吃哎，做吃的体来一样。木瓜。哎，饮川堂上面看到，这是我们客家人的代表了。我们的客家人每一个的姓氏啊，都有属于他自己的堂号。好像我姓朱的话，就配国堂。只有客家人才有的那个名号哦，真的耶！那今天就周吃。哦呦，这醋味很浓哎，很浓的醋醋的酸味。哇，赶快哦，来啦！这就是我今天要给你介绍的非常恩爱的一位贤伉俪啊！我刚刚说的这就是做醋的糖果，在这个地方。你听说你就是100分的媳妇代表之一，对不对？那班长，我问你，什么叫做好媳妇？为老公着想，健康哦很重要。要从身体体内，对不对？对，要打理好它，这样子你才能够幸福，对不对？对，唐婆就是这样照顾。先生的。唐大哥，唐鸭，年纪大了就唐老鸭。雌鸭非彼鸭。对，正常的鸭。乌鸦的鸭。哦，乌鸦的鸭。这是唐婆，你的名字叫唐婆吗？因为艺术家唐鸭的老婆。唐婆是这样子来的，100分媳妇啦。地管嘅专家高庆宇去做天然选吃嘅高数哦，但将听两位嘅名誒，就做嚟感覺出也兩公婆嘅感情咯，天草動情。就看睇頭份水流東沙區嘅唐婆子啊，其實嘅唐鴨先生嘅老婆，兩公婆一剎係藝術家，一剎係科學家。結婚過後，唐婆當關心唐鴨嘅身體，發現選吃就對改善家老公乳酸強度嘅問題。故所就運用自家嘅專業學識，開始來做選吃，對果子嘅採收都計劃，這個都選吃法。每樣唐婆吃都需要1年嘅時間來做哦，就像係學生人咁樣，當然用心嘅照顧，而背面發現真見家老公嘅身體有改善呢。好東西就要留大家分享，啲朋友之間將嚟天天嘅打響嘅名聲。韓國以後對身體有好處嘅蔬果，唐婆都會拿來吃做看啊！來喲，人家就來去一個果園看看啦。這個大葉子的，最近是諾麗果，現在諾麗果正在成熟。原來他的本人就長這個樣子，有點像畸形的芭樂。我覺得有點像綠色的蟲蟲。那3眼怪嗎？長大，然後最後呢，它慢慢會長白。轉白的時候就完全熟了，是不是？對，反而是可以摘嗎？可以摘了，對。這可以直接吃哦。我覺得這個還很硬，所以還要再放一下讓它變軟。我這邊手上有一顆已經全熟了。全熟了，全熟之後它就變軟了。全熟它是不是會掉在地上？對，會掉在地上。這可以吃哦。魔芋上色的，把它剝開來給你們聞一下。沒有人生吃。哎呦，那我要當第一個生吃的。它裡面哈，你確定嗎？我已經聞到它的味道。很勇敢哦。哦。可是我很懷念這味道，因為我女兒小時候常吐奶的時候就是這味道，真的像吐奶的味道哦。怎麼被你又吐奶啦？各位觀眾朋友啊，冇唔信哦，小嘅諾麗果就可以有anti pack嘅秘密啦。出過那麼多次外景，有沒有吃過這個東西？我第一次看到，也第一次聞到，嚇死我了。哎呦，味道！我們節目真的厲害了吧？厲害！冇用呢哦。啊！我們看到都有。要拍，你不能再拍第2次哦，你給我1次就拍準哦。加油加油！籽也可以吃嗎？是，只要吐出來哦，籽不要吃哦。哦，這個不是可以想象中的。不要怕，不要怕。其實我真的蠻好奇它是什麼味道，所以我試試看。我們一起好不好？一起看。來乾杯。
怎么样？你还敢不敢在电视上说这个东西好吃？哎，你居然要吐，觉得糟糕了。天哪，吐奶了，林彦君，就是有一种吐奶的味道哎。这个醋真的好温和哦，跟外面的有点不太一样。这边是特调的，这下面是醋跟米，然后绿色的是竹叶松。这个竹子啊，不只是好看用的，还可以是有功能的，就是可以当那个搅拌棒。对对的。我觉得你这一辈真的是活得很精彩哦。一起好不好？来干杯！怎么样？你还敢不敢在电视上说这个东西好吃？哎，你居然要吐，觉得糟糕了。天哪，吐奶了，林彦君，就是有一种吐奶的味道哎。啊哦，有下天拜有来宾伫节目当中流目症啦，竟然就会书本也了努力过，连气身上面都唔掉的啦。也个努力过，虽然蜂蜜糖特殊，唔过啊，也个营养价值是喺本期有天堂制药嘅好名声哦。那我们现在就来帮忙工作，要做醋喽。对，那这样子的话，你要先教我们要怎么采，万一采到一个还没成熟的。好，我先跟你讲哈，它熟哈，慢慢从这基部哦慢慢转白，对，然后慢慢前面是绿的，这样可以采了。这个还是可以采，那这个已经全白了，这个当然是最好了。这个是最好可是的。这个再放的话就会变全白，会熟。那这个就是熟透了，对不对？对，熟透了。熟了，秀哎，秀嘞，秀哎。那我们就开始进行喽。好。努力过去出生喺太平洋上嘅热帶島嶼，佢嘅藥用價值喺古代中國，韓本人列為係四大南藥之一。外形看起來係冇乜一樣啦，冇想到啊，竟然做人拿來做蒜吃啦！湯泡啊，實在係皮膚個。演員多學地位，好心橋就會按樣做嘅啦。哦，真多嘞，按台上好大顆哦。姜还是老的辣啦，厉害嘞，巨无霸来着的，对不对？你哋演夫來咧，哎，英夫來，英夫下學下法，演夫客英夫下，學客花，學下法，來採水果叫雜果子，雜果子，過來，好，這邊是糖婆做的是醋，你看吃，我記起來了，吃 V 酸， V 酸，說得很棒啊。 V 酸，你是不是有客家的底子了哈？我以前家是客家人，但我没有講客家話。真的假的？哦，難怪發音很準啊哈。好了，這邊有水果有非常多的種類很多種，就很多種，我們怎麼說？懂多種，懂多種，懂多種啊，太甜了，我們說太甜，太甜，太淡，太淡，太鹹了，太淡，太淡，這三個字啊都是合準。來，這個吃了這一定有這種效果吧？對，真的。弄了一個有這個效果，化痰的效果。對，止咳化痰都會有。哦，發痰治搓，發痰治搓。我覺得我要來去做醋了。來，來份吃醋啊！發痰。冇想到演員係按淡水三子嘅客家鄉親，係你當有名嘅福建雲天土樓嘅後台喲。雖然好老化嘅，不過係你有客家子弟嘅險嘛，難怪客家話學起來安輕鬆啦。撒下來嘅任務演員唔想拿出客家硬頸精神，上網來過關哦。我剛剛這樣子一走進來的時候，哇！我們以為是在做醬油的，對啊。因為我之前去採訪過一個做醬油，就是用這個硼，原來暗硼也是可以做醋的。對。哦，那這裡後面都是不一樣的醋誒，因為我看上面貼的你都有標，懂多種，很多種水果跟很多種我們意想不到的植物都可以做成醋，幫助我們的身體的健康。那這一關的工作呢，這一關的任務呢，就是我們各自做1瓶糖婆醋。
然后做好的时候让糖果来检查看看有没有达到它所谓的及格的标准。就是帮你们准备好的瓶子。那我们这先放旁边，对不对？然后可以给我一个口罩吗？什么？这个味道真的好100分的媳妇不可以戴口罩的，好不好？我们等下就先把这切好的，把它放进去。先要切这样子哈。等一下，这个种子不用用掉。种子是没有办法直接吃的，但是你种出的时候要把它放在里面，因为种子它的养分非常好，它的抗氧化效果是最强的。它就像葡萄籽啊，对，然后葵花籽油啊，是最好的。哇，那个籽我们学会说一下，在引，就人呐。努力狗给引可以抗氧化，抗氧化，抗氧化，好来，哦，那我们葵是说了，塞满是吗？塞满，装满，你们两个的发音有点不一样哎。哎呀，真的听出来对不对？对，那你真的是厉害的哦。海军是南部人呐，对，南部人，南部里，他讲的都是叫四线腔，苗栗这边也是，叫四线腔。苗栗是四线。那海陆呢，老师？像我们关西那边也有很多的海陆人。他讲了海陆话，塞满之后，我们就要把糙米醋要把它盖。糙米醋，老师你在讲客家话。糙米糍，糙米糍，糙米糍，所以把它封起来。填起来，那我今天成功吗？就完成任务了吗？100分，耶！谢谢糖果，领吃喽，领吃，喝醋了，就直接冰镇以后的原醋，我们还没有调过水的，还没调过水醋，这就你刚刚看到的那个牛蒡醋，牛蒡丝，一点点的牛蒡味。哎呀，不用备了，配糖，就是把它冲淡，糖。哦，好喝哎！它的醋真的好温和哦，跟外面的有点不太一样，是喝下去，然后你会慢慢的感受它微甜，因为它天然的东西它味道不会很重。那我们眼前的这一杯呢？这边是特调的。这下面是醋跟米，然后绿色的是午夜松跟柠檬打的汁。我觉得你这一杯真的是活得很精彩哦。艺术哦，要在生活当中。艺术要在生活当中。艺术神发发哈。所以这个竹子啊，不只是好看用的，还可以是有功能的，就是可以当那个小棒棒。对。啊，好棒哦！原来是这样子。很香啊，有一股真的那个竹子的香味。很多随时可以取得的东西，都是生活的艺术的一部分。其实像唐大哥啊，很多他的艺术品，那边有一个真正的叶子跟一个雕刻的叶子，你这样看你分得出吗？好像哦，哪个是假的？我不知道哎，我刚没有发现它是假的。艺术本身哦，其实是艺术家要来承载哦，艺术家想要诉说的事情。就包括就像我们在推动的是一个无毒的生活，友善环境，然后怎么珍惜资源，这都是原有的好木材，它可能做那个屋梁，切下来那个笋，存下来，这些边料都是要被丢弃的东西，对，我们把它利用的时候，把它变成博物馆的东西，它就会被存在。所以艺术是我的本行，唐博的专业就是做醋，陶博人的专业就是做醋，富豪先生的身份，太棒了。还有一个呢，我们眼前的也是一个厉害的发糖紫葱，这个就有这个功效。好，这个是什么东西呀？这个是柑橘饼。柑橘饼也是这样子拿来这样子吃啊！我有看过柿饼，倒是没看过柑橘饼哎。那我们就要来吃喽。哎，还有一支係老姑娘魚啦。搞年色咁嘅，愛白皮，切加瓜皮色。啊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是自己做不到的，自己都不懂，做不到的，就来教人自己来就教坏人了。原来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做的，自己都不知道，结果自己连皮都吃了。好嘞，楊大好。搞年色咁嘅，愛白皮。搞年色咁嘅，愛白皮。切加瓜皮色。
去打瓜皮蛇。你要这瓜皮蛇了。啊，对，它这个连皮都没有给它剥掉，哎。在我们的果园，也是不用农药，然后不施化肥，吃了肚子都会有橘子香。哇，好舒服哦！唐大哥、唐婆，今天我们带着151来到你这个地方哈，100分的好媳妇的话，你们会愿意给她几分？100分。100分啊！100分，唐婆给你100分嘞！好好啊，好谢谢你哦，谢谢唐婆，谢谢唐大哥。铁关學唐婆用愛做善事，順利過關。還個唔單止學到唐婆做人善票對先生嘅用心，還學到嘅唐阿對大地嘅建造，留大自然共存共用，帶動社區共下營造無土嘅環境，還有前進細細時節萬難度嘅百合花，留豐蔭中嘅記憶。接下來我前進天意關卡，來去苗栗市嘅嘉盛社區，到底來去做乜嘅好成就嘅機會呢？一看要按點心嘅氣氛，一場與我發生乜嘅大事情同樣。齊先生，開句年句，你要都用開始時裝打扮的呢？我想到位啦，也就去苗栗最有名嘅前色布馬村，哇，很好運哦，有機會做啲參與佢哋嘅表演，一下好戲愛收場了。老北京，哇！来，慢点，快点，天数赶拿下来哈。啊，没有清楚呢吼。哦哟，曲先生咯，曲先生。金邊嚟做創業點喎？唔該，叫佢做中創人嚟啊？係啊，即係出創業嘅呢。中創人嚟咩？係啊。哦，曲先生，151啦。我在这里啦！我今天是老杯寿奶奶。有酒，奶奶。出來咯！又係放卷咯，炸豬士嘅。係啊，我呢張比較威武。我有賣香。好，加甜咯，多謝你。按你好，我扣錢。要被扣錢了。我要被扣錢了。老杯寿奶奶，主要吼，今邊挨個來賓啊吼，有151啊，老杯壽也個呀吼，啊，伊想講要做100分的好媳婦啦，好心球啦。啊，他敢意識留為婆婆面前表現，要討大家的歡心，哦，腳不要太開哦，好，沒有。90歲啊！哦，按樣嚟當時成立那個布馬廠嘅咩？
用恁上班哦，哎呀，成立一九的呀。我哋70年生的，52年咯。32年咯。3年。33年了。请问你在采访人呢？没有你代表客家文化呢，就纯豆能压一次的。假身沙皮的铺马村，都在前面有来一斗啥咯？总係要有倉年哦，馬桶，嗰種要左右長腳的，左右將軍啊呢？出來喲，又將軍咯，換將軍咯，一個換將軍，一個唔做。為啥補習嘅？係啊，補習班比較威武。中年吃什麼比較補習？按哪朝代的呀？清朝的。唔清朝的呀？天官來到嘉盛沙溪嘅前世布馬村，由26位阿公阿婆組成。前後上嘅阿婆沒有61歲了，不過大家嘅身數都當流了，角色嘅人物啊，大翻起來都係完全冇青菜啦。天官嘅任務，我本人26位阿公阿婆歡喜，順利完成。研究冇變過幾啲啊，一老一條阿婆學青年正眼咪嘅客家話啦。任務哈。好好发，我想说，请26位婆婆亲自教你客家话，让我们状元好好休息一下，光荣，对不对？媳婦啊，要选媳妇是不是？当然了，就选不要太严格，对不对？26位婆婆不要藏私的，交给她好不好？好，莫空鋪啊，莫空鋪啊哈，莫空鋪，搞問題。搞定咧，跑很快，馬桶的搞，做當家，做董家，做當家，好嚴格呢。董家，你現在做董家，哎呦，這有董家哦，來哦，好好的搞一個。八結，八隻揀用啦，八結揀用，八結揀用，我知道，拔 get 就是這樣嘛。怎樣？拔 get，哎呦，拔 get，有拔 get 成功嗎？哦，當然順利。大家講跳台要懂事咯。好了，哎呦，救命哦！什麼時候會用到救命啊？你嫁進去人家家裡第一天，就把人家的廚房搞砸。哎呦，救命哦！很重要，要怎麼說？救命哦！救命哦！這個學得不錯，救命哦！你幾歲？現場除了徐老師以外，就全都90歲婆婆的哈，阿婆，你幾歲客家話用得講？哦，5幾多歲？你幾多歲？那5幾多歲？你幾多歲？花不溜丟的，你有講啊？巴拉比寶，對呀，哎什麼？法拉比寶，就是意思形容很花俏的意思。講多些。現在穿的這個上衣是巴拉比寶。那法拉比寶。草船芒船舟，騎馬芒馬表，什麼意思？我們一般出門都很心很急，就希望趕快到嘛，所以坐在船上就希望船趕快跑。騎馬的時候呢，希望馬趕快奔馳，最後再釀改一遍，好不好？好，草船芒船舟，騎馬芒馬表。研究啊，有發現冇？我本一條阿婆歡喜青春有嘅哦，就係認真。3萬好，一條阿婆現在每條藝術總下會搞本啦。老26位阿婆向下合作順利過關，接下來我去公幹。天官去投分好樣嘅對先生好，天官都冇歷史，本阿婆歡喜。第3關就繼續用客家硬頸精神3萬闖關了。踏青去。天使行的天順檔吼，天順就是甜梗。天順。給你壓一關，最後一關呢？最後一關。第3個任務了。那最後一關我要學什麼？我覺得老公照顧得好，對，婆婆也討到歡心的，對不對？接下來你一定要進人家的廚房啊。
进人家的厨房就是要靠什么？我的手艺，素衣。今天这一关啊，就靠好素衣，好嘛？咁今日都要个天文一餐，都嘛个天文啊？公馆，公馆呢，有名的出产就是那个能见看到的乌诶，就是芋头的意思吗？乌诶，我们现在来的这个时候正好。你看那个土是不是已经干了？这个田都干了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的叶子都枯萎了，对不对？它垂下来了，代表它下面这一个芋头已经成熟了。哦，所以就可以采了。对，然后就可以取这个芋头呢去做料理啊。对。哎，乌龟可以做吗？可以啊。啊，有懂多，乌龟饭啊。哦，芋头糕。嗯。跟乌龟饼呢。芋头冰，把布。棒的。包括这个芋头叶子也是可以做料理。真的假的？我没吃过哎。真的假的？你有好手艺啊，我不会骗人的。这个叫做乌吼。乌吼，就是芋头梗嘛。乌吼，哦，炒起来是非常棒的。现在我们来的时机啊，正是时候，是产季。我们今天要带你请教一个芋头专家，一个叫陈大哥的，尔东陈大哥的。哇，线上提也可以收菜哈，也可以传汤，餐厅传汤。很多人都会用芋头来做料理的，而且相当的好吃。哦，哈，提也加的哦，我去了了，就是达人呢。你就是陈太公啊，青灯酒的呢。哎妈。为全家成员费，每日有名嘅春堂都是名爱买假乌味哦。我能上上叫了干天数的哦。来，嘛。可以啊，我搞买来了，好嘛？哦，冇问题。我想准备买啊。来，嘎拉凤，工具。树蜡的，戴手套是因为怕那个痒会咬手嘛，然后还怕受到伤。对。懂用是很痒的意思，懂用。好，树蜡嘅带回嘞。我本多嘅哎呦，本多嘞哦。有起碼幾多嘅？呀，削烏嘅多，削較多嘅嚇。磨下去。樹蠟嘅帶好誒，咖拉貨是準備好誒，阿哥呢？這個快是來幫烏嘅了。哦，來，一條咩？一條嚇。牛下咩？一個好誒。哦，依家都幫佢啦嚇，呢個絲嚇，我哋削起。哦，這個需要技術的呢。一條嘅鋪分。好，多第二片呢？烏吼，剛剛學的。這個呢？烏槓梗的部分。多少錢？搶東西。做煙牛，啊，一直轉這樣。就搶埋了煙牛，按住咧哈，那裡拿好了，哎呀，還有作用嘛哈？呀，是不是？這個還可以拿來做料理。對，烏吼啊。來咯，我先講下哦。煙呢就落上來哈。哎呦，轉阿姨。哦，個小阿姨。要皮冇熟到冇熟到啊！要做這個技術咯，要賣錢呢，所以哈，要賣香。好，加錢咯，多謝你。你好，我扣錢。要被扣錢了。我要被扣錢了。從其他哇，看陳太公哎，看這個好漂亮哦。對啊，對不對？東莞鎮哦，東莞鎮，很標準的。好了，公安多一幫你啊。換你啦，換你體驗啦，好不好？啊哦，年君，你的幫烏誒，我較細膩地位呀，也到啲烏誒吼，都會保庇呢，也係陳太公用20年嘅經驗，用心種出來嘅。韓國啊，係特別用海洋海嘅好水，韓國擺有機嘅方式種嘅，本日嘅烏誒食起來吼，特別嫩，特別香，又特別鬆，哎呦，也特有嘅品質啦，是得獎嘅長生菌咯。你們好，好下飯。再來嘍！好，來，唱陳先生講你。哇！耶！那有地方講懂陳情況，不是也不會哈，就是說去芋田裡面是大便，然後呢順便就挖這芋頭啦。啊，這個就叫做順便。順便啊，2兼4口，對，1兼2口，對不對？啊，紫芋頭無放菇啦。
无冠乌是什么？它的梗啊，那乳喉啊，是黑色的。对。这样子的芋头，紫芋头。哦。无冠乌。无冠乌。哎，这很特别的啊。无冠乌。嘿，陈先生啊，不但是种芋头，对，还有菊花，那还有红枣。哦。凤枣。凤枣。凤豆。凤枣。红豆糕嘞。有那凤挑糕。鳳挑糕，像廣東味糕就鳳有一個鳳挑，一個鳳挑拌啊，鳳挑拌，对，像那个安菇桂的意思。拌，鳳挑拌。来，鳳蓮果。啊，苹果没有客家话，所以用外来语。对，外来语来一发。跟那个台语一样。凤令果。对啊，这你会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这一连串都是红，对不对？对。因为红呢，在我们客家话里面的那个念法、那个音啊，比较不好发，因为它是有唇齿音。像凤凰，我们说凤凰。那河洛语它说红红，因为它没有嗡的声音。哦，它没有歌的音呐，哈。它没有嗡的声音。嘴巴要尖一点，凤。你嘴巴太开的话变凤。哦，凤。差那么一点哈。来，削皮呢？采回来，然后要进那个小型工厂去削皮啊。削皮。削皮。好食，好食，就是用碱呢？用碱的，用碱呢？五板用碱呢？五板用碱呢？用碱呢哦？五板用碱呢？第一個係咩類傳是樣？唔睇地下哎呀下地主出發啲，而家12場啊，朋友咧餐廳。按多。也要千出名啊！哎呀，會用錢呢，還有豐做的料理，要用中東娘的家傳統，一定要知道哦，非吃不可。当姜很匀称，那重量有关系吗？重量要同等哦。你这小口的汤，对不对？哇，好漂亮哦！你的树枝干安尼脏，这有粉，我粉，我啪啪，啪啪粉粉，这边怂哎，这边怂哎。陈太哥推荐品尝爱食的卤味版，就去天山馆的业务啦。也见个头家做传统已经有10多年了，最有名的吼，就可以用菜地的食材来做料理，学到好手艺，年均千名一关，爱加油了。来，不要喊了，不要喊了，哇！哎呦！徐老师很棒。有力头。不能100个赞，不能给100个赞。我们现在已经把芋头运过来这个餐厅了。餐厅的客家话都传堂。然后等一下你那个厨房，厨房你有讲做下。下面有一句话可以形容伊的心口。讲少就唔好落做下。怕热就不要下厨房，对不对？是不是100分的食物有没有在怕热的？你说一次，讲少就唔好落做下，就唔好落做下。这家餐厅就按你头都讲的哈，厉害的地方就运用到公馆2大本地的出产的这2个。乌尾跟红枣。凤枣，这家餐厅运用这2个凤枣板，芋头板，那我们今就来落做下喽，好不好？第3继续喽，哇，来，徐老师1、2、3，加油！哎呦，等着呢，会动，小哇！哎呦！老板，怎么按到位啊？哎呦，我们3个人同心协力呢，也跟我很像好朋友的喂。对，跟我同江呢。卤味版专家齐志强，也给卤味版系苗栗当有名的店路。按用版很多卖上好了，看听下来。50块，同江哦。唔好讲118，它那个皮料不用很拉，这么均匀。对，它长得同江很匀称。那重量有关系吗？重量要
要很重，对，要重对重重整点哦沉淀。然后你要撕开它嘞，你都要削好的框，那个不会。哇，好漂亮哦！你的树枝干安尼张，安尼张，然后安尼刮，好，刮好，这有粉。哎，我粉，我拍拍，哎，拍拍粉粉。这片树，这片树，因为熊咪就出来，什么？跟给那个呢，嘿，没来。你现在摆三个阵是要我们体验的意思。对，削皮，哎，削之前按了女生。你是刚刚说。来，这个还蛮给。这刚刚教了哈。这个。你讲刷的是吗？刷的。对，刷的。好，过来呀。这好特别哦。要豆同贴片一片很豆的。豆片。要变成刨的。那就味道贴片味道削味啥的。哦。对，就两用。好，手艺开始喽，跳干。味拿去了。味拿去了。这是根部。根部。这边对，这边削掉。削掉。这是不要的。对。削掉。翻过来这边削掉。翻过来削掉。翻过来削掉。剩下的呢？哎，头米削掉。头米削嘿。哎，各种刨转来刨。刨哎。这样子刨那个芋头不就脏掉了吗？脏掉了，等下再洗啊。可以洗吗？不是说不可以洗。哎，你现在如果弄湿的话，等下你的手会冻掉。懂油。哦，这个皮懂油。皮冻盆呢？哎，冻盆。哦，需要出点力气。让它刨皮。哎，手抓得很酸哦。很酸哎。会声音哦。我好累哦。快点，我的帮手。先生，我的帮手。各位观众，莫看无一条乌龟哦，虽然看起来无到25公分安太粒呗，不过拿起来哦，是在重点点的呢，也就是陈太高亲爹哦。削好的紫芋头，对，而且也洗好了。哇，现在很干净了，很干净的时候，我们现在来做什么动作了呢？小嘎。你要特别削皮。削皮，削好哎。哎，你要刷洗。那我们现在就赶快来刷洗的天鼠，好不好？来帮忙。这个放在手里面，拿着。对。我拿黑刀，我要重的人要用力哦，这边用力不要跑掉啊，往前推。要很用力。老师，求救！2下而已。天哪！甜心嘛，虽然已经解腻呢，不过啊，饲头家嘅好树叶啊，是个美丽嘅super爆梅啊，都想出而来摆饰好嘢呢。哎，一个乌龟版嘅制作过程当复杂，一下等场本也得体验削皮老熟时。唔看呐，研究呐，真件系很表面哦，真件系客家之体啦，三啦。好，7条家，刚刚你今日做好嘅吼，我敢。做成一个真空包装的没？你讲先做法就不是白，就吃下来就不要弄去整。哦，那是最新鲜的。对，整好以后还要沾糯米饺，糯叶整熟的，搁落高油、落香料拌香下，拌好当冰的壳的吼，拿去整。然后再拿来煎。对。刚像让你修个按酱有冇那么均匀？啊，你会上色冇？做唔得，我咬你哦。啊，做唔得咯。对。我咬你呢。这上乌的鸭龟，鸭那我们吃下去以后，喉咙也一样，会非常痒。哎呦，你会想去抓它。哎，这鸭龟。鸭龟。那鸭龟呢是还有一个意义，就是惨了，糟糕了。惨了，完蛋了。是上乌的，鸭龟。徐老板，跟151啊哈。表现都按呢，他的成果，他到底有没有及格当100分的好媳妇？有没有办法当？有。他做客家媳妇可以吗？马克龙做的。还有，那既然及格的话，那我们就是要准备颁奖给你了。哇，太好了！对，有吃又有拿，真的耶！我们现在就出来去享受一下你的礼物，好不好？用剪的哦，用剪的哦。第3关的任务，客家星球天出爱有嘅好树叶顺利过关。7条家亲身料理乌龟版爱抢大家食咯，一下真件就有食落嘅啦。哎，听讲啊，连唔敢食乌龟的人啊，一食了就掉到。哎呦，就连当天当位煮嘅super爆梅啊，都抢定来摆饰好嘢哦。哎，也现场食咧，真件系很幸福哦。用剪呢？不烦。我先吃个原味的。那我吃这样。
好好吃哦，好绵好软哦，真的。跟妹妹像泰国的有诶，加上薯条加那薯泥，搭配起来是完美，比例绝对的。真材实料，太好吃了。一盘乌味见头，一盘乌味见头。一盘芋头里面夹芋头，那大大小小芋头放着哈，里面都是头嘛，对吧？见就是都是的了，都是头。对，那就表示什么呢？像我们一个单位里面啊，哦，大家都要做头，大家都要当头啊。每个人都想当老板。一盘乌味见头，就是这意思。一盘乌味见头。一张一张一张一起提起来好吗？对。好了，采水果。再狗子。再够字，再够字，这个比较有趣，好不好？花不溜丢啊！花不要乱丢。巴布巴拉滴多巴拉比宝，巴拉比宝。哎，那这个叫很认真的哦。这样认真吗？要考2大特产，2大名产。要打什么？啊，不会等全部吐出来。需要打屁股啊！哎，紫色不要考你了，好不好？紫不要了，这是芋头就好。芋头跟红枣。肤味。哦，对，来，走。有没有及格？过关吗？有。耶！那先来颁奖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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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请老板帮他谢谢。来，这个老板帮他带上来，好不好？预备1好媳妇了，比中国小姐的殊荣还要大。哦，真的。而且上面还可以写着什么呢？预备1好媳妇。恭喜151燕君挑战金币嘅任務成功，唔但止拿到通過費，還學到做客家好成就嘅優良，讓人照顧先生，讓人伴家人歡喜。重要嘅係要有好素意、好演員自然就會來喲。假然過後再來演武下挑戰新考題，演武下下禮拜見了。